一齊禱告。主愛天父，感謝你，差派主耶穌基督降生，求聖靈恩膏今日嘅分享，叫講嘅聽嘅一同得恩。喺互聯網上面睇到一位以前喺一間海洋生物公園工作嘅訓練員，佢負責訓練一條白鯨。有一次喺表演裏邊，佢唔小心跌咗落水。呢一條平時佢用飢餓同埋強迫嘅方式進行訓練嘅白鯨呢，冇趁機會報復同埋攻擊佢，反為係用頭頂住佢返到去水面。佢分享到觀眾平時睇到嘅白鯨，跟隨住訓練員嘅命令做出各樣嘅動作，好似好開心。其實事實並唔係咁樣。白鯨嘴角向上係天生，而唔係因為佢好開心。喺冇幾耐之後，呢個訓練員所訓練嘅白鯨沉咗落水之後冇再上嚟。原來白鯨自殺咗，相信因為白鯨以為自己永遠冇可能離開嗰個困住佢嘅水池。可以講話白鯨係因為失去自由而冇咗生存嘅盼望同埋力量。當我睇完互聯網嘅文章，心中有一份嘅傷感。原來連動物都期望生命有自由同埋自主，無論人同動物嘅生命都應該被尊重。聖經頭一卷書《創世記》描述咗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同埋人嘅秩序。上帝按住自己嘅形象造人，亦都畀人管理萬物嘅權柄。創世記1章1到31節，起初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裏面黑暗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神說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開了。神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。這是頭一日。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，將水分為上下。神就做出空氣，將空氣以下的水、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空氣為天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，使旱地露出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旱地為地，稱水的聚處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各從其類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神說天上要有光體，可以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節令、日子、年歲，並要發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了2個大光，大的管晝，小的管夜，又造眾星，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晝夜，分別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4日。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物的物，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神就做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，各從其類，又做出各樣飛鳥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就賜福給這一切，說滋生繁多，充滿海中的水，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5日。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，各從其類，生出昆蟲、野獸，各從其類，
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出野獸，各從其類；牲畜，各從其類；地上一切昆蟲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：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，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：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，又要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神說：看啊，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幼核的果子，全賜給你們作食物。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，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6日。神喺第5日做出海裏邊嘅生物。白鯨嘅祖先亦都係喺第5日被創造。上帝喺第6日按住自己嘅形象同埋樣式，佢嘅屬性、佢嘅性格創造咗人。所以人嘅生命係尊貴，動物、魚類同埋飛鳥嘅生命都係上帝所創造，我哋都要尊重同埋愛護。上帝喺創世嘅時候，將管理同埋治理嘅權柄俾咗人，按住上帝原先嘅計劃，人要好好管理動物，愛護佢哋，幫助佢哋繁殖發展啦。從聖經第3章，我哋知道罪入咗世界。人食咗神唔許吃嘅分別善惡樹嘅果子，動物會攻擊人，人被蛇所欺騙，蛇係由魔鬼撒旦利用咗蛇嚟到向夏娃嚟到說話，人亦都會因為自私同埋貪心，奴役動物去得到利益。自由係上帝原本要賜俾人嘅禮物，人有冇濫用自由呢？我哋喺個人上面亦都要反省，有冇濫用自由同埋權力呢？神為人預備咗基督耶穌，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嘅神，為救贖人嘅罪，喺2000多年前差派咗基督耶穌降世為人，上十字架成為咗挽回祭。流寶血洗淨人嘅罪，佢係無罪，為世人死，為世人復活。凡信佢嘅人，罪得赦免，而且係得享永生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佢嘅獨生子賜給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約翰福音3章16節。如果你願意更多了解耶穌基督嘅降生，神俾人嘅自由，可以去到你附近嘅教會，或者係再繼續嚟到係留意我哋嘅信息。願主賜福你。